为着要让嘉义大南发展有一个完整的记录，嘉义南华大学配合大南镇建南里拍一出大南风华录的文史纪录片，希望透过影片，让大南过去的历史会当完整保留落来。记录嘉义县大南镇纪念社区发展历史的纪录片《大南风华录》入选嘉义市的国际纪录片影展。为了让大南的民众先看到内容，计划主持团队的南华大学先到大南的万国戏院来放送。这部片拍出来哈，也当陆续在播放，我大概了解，咱以前大南哈不是没有人潮，是真的非常繁荣。希望讲大家共同努力哈，努力让咱大南越来越好。当军是一个前镇长，或者甘德清，伊带动的，伊用娱乐文化，甲阮带动这个经济发展。所以阮敢若，阮去遐算讲讲到这，大家嘛是想讲。紧来拍，会使留一个记录，予咱的子孙。南华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调查大南新都女社营造背景的时阵，发现大南车头周边特有的酒家文化，为着要把这段历史记录落来，南华大学甲社区合作，透过记录甲演出的方式来讲大南40-50年前的故事。即摆就爱互遮少年啊，知影，你少年呢知影讲吼，较早过去40年前吼，艰苦即马咱大南都已经开始有进步。因去调查讲吼，不管是旅社酒店吼，以前的行李，甚至讲吼请的人，为什么要来大南？吼，这其实对这个大南未来吼，咱若要针对文化甲历史去做一个特色的发展的话吼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呢。这出影片用2年多的时间制作完成。影片当中接受访问的老大人，有的即马已经过身。南华大学表示，这出影片唔仅是一个记录，嘛希望会当传承在地的历史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